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新北市两回小男童恩恩确诊过往，这个通报送病院的过程是毋是有延误？伊的爸爸是一直咧找真相。进前，甲新北市政府讨要爱反向联系的录音档，一直拢讨无。想袂到事后竟然出现伫个政论节目。这个对查原来是新北市消防局内部的人员，甲这个录音档甲下载，交互伊的高中的同学，也就是新北市议员的参选人杜冠廷。这位消防局的人员知影家己做唔对咯，已经向地检署来自首。那杜冠廷咧，伊讲伊会强力来捍卫着吹哨者，也就是讲伊会强力来保护夜疗检举的人。两回查甫囡仔恩恩确诊重症送医了不幸身亡，引起一连串的争议，包括通报送医过程敢有去牵着，囡仔老爸要求新北市消防局提供电话录音档还原真相，事后却伫政论节目公开这段录音档。新北市消防局人员主动自首，讲是伊将这个录音档下载了后，交予伊的高中的同学，也就是新北市市议员参选人杜冠廷。因电话档案属于秘密的事项，他却下载并交给一般民众，才主动出面自首。这个消防局人员讲，是高中的同学主动甲联络，讲要讨论恩恩这个案件。当时伊无想法接到下载录音档，想不到后来伫政论节目播出来，伊表示讲伊毋捌同意安尼做，嘛对其他人的运输被公开感觉后悔。我卓冠廷一定全力捍卫吹哨者的权益。新北市政府，你们不要以为这样子有用，因为新北市议员参选人杜冠廷批评新北市政府，若囡仔老爸是听到录音档了真艰苦，因为讨论的是伊的后生。我很感谢这些吹哨者的勇敢跟爆料，就是我也觉得新北市政府要赶快公布这些真相给我。录音档公开了，引起一连串的争议。不过家属议员希望会使赶紧公布真相。以了解相关的单位敢有疏失，才会当避免后届又搁发生类似的状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